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一定要從心出發。成間學校上下齊心，大家都認同呢個理念，先至做得到。覺得咧全校參與咧係最重要嘅。我哋好難得，亦都好感恩咧。我哋全體同事咧，其實都好有呢個抱負同埋方向。入職我哋學校嘅同事咧，都明白我哋學生有呢個需要，亦都咧好支持咧融合教育呢個概念。所以咧，同事咧都好明白呢方面嘅工作咧，唔係淨係單學生支援組嘅同事去負責。我哋每個同事咧都明白，佢自己咧都要出一分力量。呢個全校參與咧係我哋最重要嘅方向。每個學生都有唔同嘅長處，我哋希望集學校每一個嘅力量，共同為每個學生努力，可以發揮到佢哋嘅潛能同埋唔同方面嘅才華。我覺得好重要咧，同事咧都好明白咧，讀書咧唔係學生唯一嘅一個方向啦。我哋嘅同學咧，可能咧有好多方面其他嘅需要啦。我哋好着重去發掘佢嘅性格強項，而呢個性格強項咧，能夠幫助佢咧規劃自己嘅生涯啦，亦都認識多啲嘅自己。我哋喺小組教學嘅時候，如果發覺到學生嘅表現同埋情況需要跟進，都會即時同 SENCO、班主任、科任同埋社工去溝通。另外，透過協商，我哋希望俾到有 SEN 學生最適當嘅支援。喺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嘅書朋狗友伴讀計劃入邊，我哋刻意安排4年級學生成為小導師，協助導師帶領組員進行活動，希望增強佢哋對朗讀嘅信心。咁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單靠我哋學生支援組咧，肯定唔足夠。咁咧，我哋學校其實好相信咧，每一個老師咧，先係每一個 SEN 學生嘅專家咯。所以我哋每次教職員會議會邀請咧我哋嘅老師提供一啲場景，話俾我哋嘅學生支援組成員聽，以便我哋可以因應住老師一啲特定場景去教翻同學做一啲情景嘅訓練，群策群力啦，勉勵同行。為咗提高 SEN 同學嘅學習成效，我哋有同科組嘅合作，共同備課同埋課堂協作，採用有效嘅教學策略，例如多感官教學，善用電子學習工具。我哋亦都會一齊做課程同埋教學嘅調適，好似一啲假期嘅任務，我哋會因應學生嘅能力，俾佢哋用圖像同埋影片提教，亦都會俾佢哋拍片讀詞語，等比較怕醜嘅同學都可以參與課堂嘅學習。我哋學校唔單止喺學科上邊因應學生嘅能力支援佢哋，其他科目好似體育科老師都有一齊幫手。其實有 ADHD 嘅學生通常集中力比較弱，我哋希望佢哋接觸新興嘅運動，運網球，訓練佢哋專注力同按指示做嘢嘅能力，從而提升佢哋學習嘅能力。我哋學生支援組咧，其實同好多組別嘅同事咧都有合作嘅，譬如包括學與教啦，包括活動部啦，包括升學就業啦，同埋生涯規劃組。我哋咧都明白咧，我哋學生咧係要透過好多經歷同埋活動咧，能夠認識自己嘅。咁可能佢哋都會面對一個困難，就係讀寫嗰方面嗰個困難啦。咁其實因為我哋科咧會牽涉一個專業資格喺度啦，咁佢係要記嘅嘢都會比較多嘅，包括咗啲零件啊、一啲嘅技術流程啊，配合翻佢嗰個學習需要啦，會同唔同嘅科組老師啊去傾翻究竟點樣去支援翻佢哋。我哋學生支援組都會同訓輔組協作，推行沿途有你同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作為朋輩支援。高年級嘅學生幫低年級嘅學生認字識字。另外，計劃亦都會提供建立社交支援網絡。例如喺聖誕節嘅時候，高年級嘅哥哥姐姐會整聖誕卡俾學弟學妹；學期尾嘅時候，學弟學妹亦都會寫感謝信俾佢哋，希望營造一個有愛、正面嘅校園氛圍。我哋嘅社工啦、輔導組嘅老師啦，都會訓練一啲高年級嘅同學。我哋就想高年級嘅同學去同我哋一啲社交弱嘅 SEN 同學去做一啲嘅桌遊，咁咧增強同學嘅支援網絡。每個同學返到嚟學校，我哋都想見到佢哋開開心心。無論邊個小朋友需要我哋都會關心同幫佢哋㗎。咁我哋知道我哋職員咧，其實每日都應對好多家長，特別 SEN 學生嘅家長嘅提問啦。咁所以我作為 SENCO 啦，我就會教啲前線嘅職員啦，話俾你聽點樣同呢啲嘅家長去溝通，以便咧同家長去應對嘅時候更加有效。我哋都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共同嘅方向。正如我成日強調咧，全校參與係極之重要嘅。首先咧，管理層咧有一方面嘅策略啦，
另外咧，我哋亦都推動到唔同層級嘅同事咧，都係支持我哋呢個方向。咁呢方面咧係十分之重要嘅。我哋唔單止係 SENCO 同 SENST 做嘢，而係全體教職員由上至下認同，我哋都有責任營造一個共融關愛嘅環境，照顧所有學生，包括有 SEN 學生嘅教育需要。